我知你而家嘅感覺，賺錢唔容易，生活壓力大，屋企人需要你，仔女需要你，但你可以捉到嘅機會就越嚟越少。好多時候你冇退路，只有向前走。你唔係唔努力，你只係冇一條真正穩嘅路。我哋唔係怕辛苦啊，係怕辛苦之後冇結果啫嘛。而護工呢一條路呢，正正係俾咗一個結果你。照顧人好攰啊，每一個做過嘅人都知啦。但係你有冇諗過啊？呢個世界再點變，再點捲，再動盪都好，永遠唔會失業噶。就係因為識照顧人嗰啲人，唔係因為佢哋偉大，係因為佢哋真實啊，真實到唔可以被取替，真實到每一個家庭都需要，真實到你攰啲，但係都換嚟一份踏實感。你以為係喺度吃苦，但係其實你係學緊一門無論時代點樣變都唔會冇嘅技能。想象一下，5年之後你擔唔擔心突然之間被炒魷魚？你亦都唔使再擔心行業唔穩定，你唔使睇人面色，你靠嘅係一個真本事，係人哋搶唔走你嘅真本事。只要你企得穩，你吃得開，你有選擇，嗰一刻咧，你會發現你唔係吃苦啊，你只係為你嘅未來打好基礎。學做護工咧，唔係因為你弱，係因為你想令自己變得更加強，強到可以養家，強到唔怕失業，強到你終於可以對自己講：我呢一世嘅飯，我已經捉喺自己手入邊啦。呢個係好多人都冇嘅勇氣，而你有啊。所以你以為護工係吃苦，其實你係為自己鋪咗一條永遠唔會後悔嘅路。